眠森林嘅有夫。爸爸，你翻嚟啦！今個禮拜我會翻嚟總公司做嘢。唔係放有薪假，我都想有假放啊！今次翻嚟唔知做嘢，仲要考升職試添，所以放工翻到屋企就要溫書準備考試。我有冇聽錯啊？做咗大人都要考試？如果今次升到職就會加人工噶啦，加少少咁啦。我哋一家人都要幫爸爸打氣啊！好臭啊！呢啲係我啲新嘅大座卡嚟啊！你睇下，爸爸係咪好靚咧？有夫啊，快啲瞓啦！爸爸要溫書準備考試啊！哦，咁早唞啦，爸爸。好，早唞啦。唉，本來諗住聽日先至開始溫嘅，但係都係把握時間溫多啲啦，俾啲心機，唔可以辜負屋企人嘅期望。你做埋呢份係。唉，加完班已經夠晒攰㗎啦，翻去仲要溫書，醒啲，成家人都好支持我嘅。係咁，你俾啲心機溫書咯，我瞓先啊！早唞啦，咁就算噶啦，真係淨係得精神上支持啫。爸爸，做咩仲唔瞓啊？有夫，你快啲！爸爸，其實我發明咗一部好犀利嘅機器啊！等等，咩嚟噶？呢部係眼瞓巴閉機1號啊！有次我要溫書準備考試，雖然唔溫，第2日就會考得差，但係我又真係眼瞓到不得了喎。最後我犧牲咗溫書時間，用咗1晚整咗呢部機出嚟。我有咗呢部機，以後就唔怕捱眼瞓，所以一切都係值得噶。係啊，你真係下定咗好大決心喎。喺自己面前擺杯茶，將眼瞓巴閉機1號擺喺頭度。如果瞌眼瞓，我呢張心愛嘅大座卡就會浸濕，咁就點眼瞓都唔敢瞌着啦。原來係咁，雖然呢張卡對爸爸嚟講只係張普通嘅卡啊，不過呢個發明都幾好喎。有夫啊，你要上床瞓覺啦。幾好啊！我真係冇咁眼瞓喎，多謝你啊！不過我都係我仲整咗2號添啊！嚇，2號啊！戴喺個頭度。如果你瞌眼瞓，張卡就會跌落水裡面噶啦。2號真係有效過1號啊！見唔到張卡，更加唔敢放鬆。係啊！呢個系列去到幾多號㗎？最新去到3號啊！有夫啊，你夠鐘瞓覺啊？爸爸肚唔肚餓啊？我喺廚房搵到嘢食噶。會唔會係你媽媽㗎？攞咗嚟食，可能會俾佢話㗎。我去切開一半啦。食下啲甜嘅嘢，個腦都轉得快啲。終於都瞓咗啦。
部機進化到第3代，原理已經由傷害張卡變成傷害個人。今晚食即食麵啦，爸爸！即食麵，即食麵，即食麵，即食麵。食完好瞓啦。爸爸睇下，眼瞓拜拜機5號啊！你又話最新只係去到3號嘅？如果你瞌眼瞓，我就會對住你噴冷卻噴霧，等你醒神翻。好明顯唔係機器咯，而且點解3號之後直接變到5號嘅？因為4號仲停留喺設計階段啊！我哋屋企冇洗衫鐵盤啊嘛。好彩我哋屋企用洗衣機啫。哦，哇！你頭先瞌眼瞓？邊有啊？我只係鬆下條頸啫嘛。啊！不如我哋煮烏冬食得好唔好啊？我哋要落好多好多肉嘅。夜媽媽食咁多油膩嘢，會受唔住噶。我受得咪得咯。原來你真係扮瞓着嘅，之前都肯定係啦。唔好啊！不過有人抱自己上床瞓覺，嗰種感覺又真係好舒服嘅。加油啊，爸爸！俾心機捱埋佢。家頭細務點先可以做得更好？由煮返2餐到一啲生活習慣，以至家中大小雜務，跟佢哋學返2招精明方法，自然可以解決各種困難。治癒星期6見習家務男，星期6晚10點開 TV 77台。哇，金沙啊！恭喜發財！香脆榛子，幼滑朱古力，金沙璀璨獻禮，凝聚此刻。阿仔冇高過，又唔長肉，想小朋友快高長肉，就要飲惠氏智盈高，含有37種關鍵營養，臨床實證16星期高3 cm。有效改善體重，智盈高身高體重雙效提升，更有 DHA 支持腦部發展，配方同時支持免疫力。智盈高開動飛躍式成長。食煙食咗幾十年，都慣咗條氣唔係好順嘅。呢幾年仲連行幾步路都唔夠氣。其實我已經俾你搞到5勞7傷啦，仲有埋慢阻肺病添。吸煙真係不可而無一嚟㗎，係慢阻肺病嘅主因。早期病徵包括咳嗽、痰多同埋氣促。初期病人喺活動嘅時候先感到氣促，但後期就連沖涼攞少少嘢都會喘晒氣。所以要預防慢阻肺病，就要立刻戒煙啦。衣物一着已經唔清新，Lenor 衣物清香珠，洗衫加1蓋，由洗到着持久清新12週。Lenor 衣物清香珠。食開嗰隻咳水好似冇乜用，對症止咳先會更快更有效。咳樂治有乾咳同痰咳配方，全方位應對你嘅咳嗽。咳樂治澳洲No.1止咳品牌，未整都好似